听陈大哥，大哥这边请，我们先拿讲座，我们跟讲座来合照，谢谢。我们这边，OK， 好，对，好，来这边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单手拿，让开心一点。好，来这边，那个讲座再开一点，不然挡到脸。不是，你再拿开一点，它这样开过来，对，这样子，对。好，向正前方，向开一点。再看前面动了，对，动是这样，对，开心一点，向推出来一点，对，向开一点。好，谢谢明哥，请留步。恭喜您，刚刚您得奖的那句感言，我听了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哦。就是老音乐也可以很流行。那我们这次在这个算是也是这次很压轴的一个奖项之中，明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奖。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杀出重围的这个心路历程，好不好？就是感谢还是感谢吧，谢谢这些老音乐陪我们陪了这么多年代，现在我希望他重新的再回来。谢谢。好，恭喜陈明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